接下来介绍请求的回答模式，一样要有对象和请求语，再加上原因和诉求。示范题：你爱去图书馆，唔知路，你会用办门音。套用回答模式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放妹，歹势，我想爱去图书馆，请问爱用办行怎错？我们再来练习一题：阿明介叫妈强子，你上本月跳来学，爱用办门不下音怎做的？套用回答模式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阿妹，拜托啦，我想要向日跳阿明木卡介社交的，做得么？我们再来多练习一种回答：阿爸，我想要向日跳桥来做伴，拄好阿明木卡介叫妈强子，做得么？拜托啦。